喂，大家好，今集我哋講下金融投機，聽落好高深，其實就係一場收割普通人嘅遊戲。你睇啊，喺資本主義個世界，錢唔係靠創造價值嚟賺，而係靠轉移價值。投機者用資訊優勢、資金優勢、規則優勢喺市場波動入面揾食。簡單講就係用故事呃人接貨。佢哋點玩嘅呢？第一步做勢，先喺網絡上瘋狂宣傳，講個概念好正好勁，比如咩新科技、AI 股、加密幣平台新項目，講到好似錯過就會後悔咁。第二步拉升，用大資金推高價格，讓散戶就係我哋普通人以為真係要起飛啦。第三步出貨，等到大家一窩蜂衝入去買，佢哋就偷偷買晒手上貨，賺你錢走人。呢個過程就叫割韭菜。講真，普通人點解會中招？因為我哋冇內幕消息，冇大資金，只係跟住風向走，見到朋友賺錢就衝入去，一跌又驚，結果高買低買永遠輸。而家最恐怖嘅係網絡投機平台，以前炒股仲要開戶口，現在咩都有 app， 隨手就可以玩期權、外匯虛擬幣差價合約 CFD， 啲平台仲會用高槓桿導師大單，自動跟單呢啲字眼呃你入場，其實後台早就設好程序，睇你下單方向就反向做單，你贏一次佢放你贏，但你越玩越大就會輸得越慘，最終錢全部俾平台同莊家賺晒。有冇發現呢啲投機平台根本就唔係幫你投資，而係賭場，賭局由資本家設定，贏面永遠唔喺你度。所以我成日講，喺資本主義制度底下，所謂金融自由其實就係金融奴隸。你越想發財就越容易俾系統收割。點樣唔俾人割？第一，唔好信導師穩賺呢啲字眼；第二，唔好玩自己唔明白嘅嘢；第三，要睇清楚金融遊戲從來唔係為你開嘅，真真正正可以改變命運嘅，唔係靠炒賣，而係改變制度。當我哋普通人一齊出資，一齊擁有，一齊管理生產資料，利潤唔再俾資本家攞走，財富自然留喺我哋手上。呢個就係我哋提出嘅社會主義健康俱樂部模式，真正讓人靠合作同公平，而唔係投機同剝削，去實現自由同幸福。